做备万心的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是何等感谢你！阮伫清早时是提起目睭，阮看见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，阮就献上阮的感谢。阮呼吸着你所供应新鲜的空气，阮啉着你所提供阮清气的水。阮知影，阮活命的快乐来源就是你。你是值得阮敬拜而乐的主，所以阮来到圣殿，要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，将所有的荣光拢归乎你。阮知你毋单单是供应阮物质生活的上帝，你也伫阮任何时刻诚做阮的帮衬。伫阮顺境的时，主你引导阮，追求阮家己的梦想；伫逆境的时，主你诚做阮的相伴，阮患难时的避难所。所以我们大声学了你，我们唱歌来感谢你，我们用阮生命所有的一切来荣光你，求你管了看了不完。亲爱的主啊，阮今仔日也要强守圣餐。每一遍，阮伫甲你同齐道的过程中间，就感受到主耶稣基督为阮所做的一切牺牲。伊用伊的性命替我替赎阮的罪过，互阮会当伫你的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惊吓来亲近你。也因为伊的牺牲，阮得到永远活命的愿望，所以我们感谢你，学了你。阮恳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伫听你的话语顶面无任何阻碍，也保守法顾今早起引导阮敬拜所有的同工，无论是南社合唱团所献的诗歌、抒琴、诗花，以及团工信息的牧者。以及包藏阮甲你同齐道的小会员，阮拢将这个拢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，要外面咧交代的同工，求主也保守一切。阮伫这安静的时刻，甲你有亲密的交陪。亲爱的主啊，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交代伫主的圣手，求主亲自引带看顾带领，互属伫你的教会充满快乐。今仔日也是教会纪念父亲节的纪念主日，求主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担任父亲的，拢会当尽责任，就是主交代阮的责任，来培养阮的细囝，互因诚做听主的人。也恳求在座所有，抑阁有老爸的人，会当尽力去孝敬爸母，来成就主伫阮中间的旨意。同时也恳求你纪念已经失去老爸的兄弟姊妹。阮伫追守地面的老爸的时阵，
犹原未记得，阮伫天顶有一个疼阮的天父。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一切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来啊！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今仔日，恁应该着听伊的话。咱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195首，195首。我的心是土地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地的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生命。咱的主，你对圣神后代，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，以温柔变恶人来受苦，定时的死埋葬无灵府，会使你对圣用过我。就你，他最全的上帝大名，耶和华我心满我的心啊，我信圣神，信多蒙大会，信多上梦，最下的肉体好啊，永远王命，阿门。请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象面，阮伫天的爸，你是万福的本源，是公义、人民、信实的上主，万国万民拢要学乐的大君王。我们保养你极大的恩惠甲宽容，称赞你的作为，对这代到迄代，对地极到地极，拢无停煞。感谢天父。互阮通正做你的囝儿，你带领阮进入你的圣殿，求你互阮得到安稳，感受到你的同在，互阮用谦卑敬畏的心，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通专心注目伫你。恳求你，互阮通明白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，互你的真理通传扬到万世。
愿献上真实的敬拜，成做你所喜爱的祭，求你感纳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今仔日是圣餐主日，阮意爱甲你相聚道，感谢你透过圣餐甲阮立新的约，你谦卑家己来到世上，救赎阮世间人，互阮甲上帝和好，恳求圣神帮助阮，跟对你的脚步，也常常思想你的话语，亲像果子栽，果子树栽伫溪边，不时得到你的话语的润泽，意爱甲人分享你的恩典，互人看见你的荣耀甲祝福。感谢上帝，你按照家己的形象，赏赐养育阮的老爸或是长辈。感谢因为着听阮所做牺牲，求圣神保守因的心怀意念，愈来愈亲近你，互因的身体勇壮，对你领受平安甲喜乐。阮特别为着单亲的父亲来祈祷，求你供应因一切所需要的。当因感觉野心袂当大软弱时，求你赐因气力甲勇气。伫我靠你的过程中，体会到你的恩典教因用。人民人的主，阮也要为着日本库马摩托的地动来祈祷，求你安慰有亲人死失的，医治受伤甲惊吓百姓，保守救灾甲医疗人员的安全，有充足的体力甲智慧，也带领九州教区的正教会。伫灾难中，正做光甲盐，用基督的疼甲望关怀受伤的心灵。求你赐福保守库马摩多地区，无阁受到疫情的灾害，紧紧来重建复原。阮犹原恳求主亲自医治身体欠安或是心灵忧伤挂虑的兄弟，扶持亲人死失的。牵因的手脱离苦难的限圈，成做因的避难所，甲随时的帮助。阮的祈祷无完全，我们用主教是阮的祈祷三甲来祈祷。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第28篇，启应文28篇，也是诗篇139篇。我来看，请兄弟做伙来念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。这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会出度。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天开清早的时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
我若讲黑暗要压砍我，就黑暗也袂话压砍我，互你无看去。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。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多。上帝啊，求你检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这时，男声合唱团要带领咱来学乐，因所要吟的诗是12句的歌，12句的歌。愿水的诗歌真做芳芳的坐，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第3节到第9节。马太福音13章第3节到第9节，伫现代台语译本30页，现代中文译本21页。马太福音13章第3节。伊就用譬如对因讲真侪项事。伊讲有一个夜整子的人出去夜整子，伊夜的时，有个整子落伫路边，鸟仔飞来，甲因食了了。有
有诶落伫石头地、土少诶所在，因为土无深，真紧石不硬。不过日头一个出，甲因拍着，因为无滚就打去。有诶落伫刺皮内，刺大长起来就甲因翕死。不过有诶落伫好土地，就结实。有诶100倍，有诶60倍，有诶30倍。有耳孔诶，就听。今早起，蔡主任牧师要带互咱诶信息是夜景诶披露，夜景诶披露，请兄弟用恭敬心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咱要做伙来思想耶稣所讲一个真出名的譬喻，就是夜景的譬喻。这个譬喻是非常重要，所以耶稣也亲自解说伊的意思。所以咱今仔日毋是要简单听一个故事，一个譬喻，咱来求圣神来检验咱心内对上帝话的重量。而领受上帝话，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恳求你，伫这个时刻教阮三甲之地，帮助阮摆除所有影响阮领受你信息的因素，互阮专一心志来听你的话，也照安尼去行来领受祝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这个夜景的譬喻，是耶稣非常重要的一个譬喻。伊一开始讲，有一个夜景的，这原文是讲看迄个夜景的，所以咱会当安尼推测，耶稣咧讲譬喻的时阵吼，通常是伫无共款的情景内面。又看到什么款的情景，就用迄个情景来做一个譬喻。因为耶稣咧讲即个譬喻吼，根据有一个圣经学家叫汤姆森，伊伫20世纪初期，伊捌到巴勒斯坦去做研究，后来伊写一本册叫做《圣地甲圣经》，其中有一段就是咧写这段。伊讲耶稣咧讲夜景的譬喻吼，拄啊是伊去到巴勒斯坦咧考察的时阵吼，所看到的情形是真相共。伊若出了迄个庄舍，去到做事人咧耕作的所在，伊就通看到耶稣咧所讲的即个情景，就看到一个夜景的人伫遐咧夜景，即个人夜景的所在。拄啊有耶稣所讲的是4种无共款的土地，有的是伫路边，因为田甲田中间有迄细条路，有的是也伫迄个石头地，有的是也伫迄个刺皮所生的所在，当然有的种子也伫好的土地，所以根据伊的研究讲，耶稣咧讲即个譬如的时阵应该就是因甲伊的门徒，行去甲人做事人咧经营的田园的时阵，看到远远有一个人咧夜景，所以耶稣就讲看迄个夜景的，这夜景是夜共款的经济，根据耶稣的譬如，咱会当断。安尼判断，这夜景的人一定是夜相款的经济，但是咱嘛知影，经济相款也伫无共款的土地，会造成无共款的结果。耶稣讲有4种无共款的结果。第一种是也伫路边，路边是指这田园甲田园中间的路。这甲咱台湾的这个田园真相共吼。一个田甲一个田中间有这细条路，普通有人会当行这细条路，所以常常真侪人咧行的时阵吼，这路会向
打甲真定，定甲吼，迄个种子若落伫即个路顶面的时阵吼，迄根根本都无法度定入去迄个土地内底，所以有真侪鸟只飞来，就把即个种子食去。所以是亚伫路边的鸟只会食去。第二种是即个亚伫即个圣经讲尘土的石地，好本人翻译做石头地，其实毋是完全拢是石头地，但是伊是看起来是一层的即个有土，但是即个土真薄真浅，下面都有真定的即个石灰岩。所以咧，咱判断来讲，当即个种子要生根的时阵吼，这土真薄，伊会生根，但是迄根无法度顶入去迄个石头地内底。所以吼，咱知影日头一出来，日头真炎热，将这当布嘅即个种子吼，就来拍打去。就拍打去，这是第二项。第三项，有诶是落伫一寡土地顶面。这土地吼，头去看起来是甲普通诶好地无啥物无共，但是吼，毋知影迄个土地内底已经有一寡杂草、一寡刺皮诶种子。当即个压落诶种子开始大丛诶时阵，这杂草、这刺皮种子生了，阁愈较紧，因为因的生命真活泼，所以吼，遐种子就无法度真大丛。受到这杂草、这即个刺皮吼，因抢去的即个营养以及因来克掉的，所以得到这种子吼，无法度大丛。当然，有落伫迄个好地，圣经中间耶稣讲，若落伫好地，就会丰收满满，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。这譬如是咧讲什么意思？这譬如什么人是亚种的人？咱知影亚种的人，耶稣就是咧指伊家己啊。种子是啥物？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，这是上帝话，就是救恩的福音。这种子原本就是好的，亚种子的人嘛是真善的，其他种子会当大丛，但是因为亚伫无共款的土地，结果有无共款的结果。这个土地是指啥？就是指咱的心。耶稣亲自解说，伊领受信息的人有4种无共款的人。第一种是心内公义的人，心内正义的人，种子落伫路边，受人吞打，飞鸟来就来食去。耶稣讲，就是这人听到了。迄个邪恶来，就将耶和伫伊心内的种子抢去。这邪恶就是指魔鬼啦。这款的人，伊心真公义，可能是因为忽略上帝话的重要性，也是有先入为主的偏见，所以有听当作无听。对倒向入去，对正现出来，无入是心里。所以魔鬼真简单，就将伊心内的真理夺走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的心，敢有可能亲像遮尔的？也是讲，咱每一遍咧听信息的时阵，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来当做一种习惯。嘛无专心咧听，
咱伫领受信息的时阵，牧师一直拢强调讲，大家爱专心，毋通找别人开讲。嘛有兄弟姊妹咯，埋怨讲，伊足想要听，结果边仔人一直咧讲话，讲啊连知，讲啊嘛知影讲伊等下咧讲啥，讲等下要去倒去食饭，拢互伊听着。咱毋通影响别人，毋通影响别人以外，咱家己嘛袂当做家己的代志，无专心。咱毋通伫遐看手机啊，毋通伫遐想别项代志，爱将所有影响咱领受信息的因素拢来排除掉，毋通心讲硬。第二种，石头地点面的土壤，就是听着信息的时阵一时真欢喜，真热情，伊就接受福音。即伙人感情真冲动，决志真紧，但是伊无互信息进入伊的生命定根，所以伊的信仰真浅。拄着困难，拄着迫害，拄着生活的压力，马上就跋倒。咱嘛爱去检讨，今仔日咱的心敢是石头地？礼拜日咱真活力，咱咧敬拜的时阵，真感动；听信息了嘛，真感动。家己入约讲要我即礼拜要安怎过？但是出去了都袂记起来。咱有伫祈祷中间，伫读圣经中间，伫小组分享、团契分享中间，将这上帝话定根伫咱的生命。下面定根，才当正面结果。第三种，这种上恐怖，经济大涨起来，要求比啊杂草、刺皮去掉的。袂当结实。耶稣讲，这个刺皮就是世上的思路、钱财的迷惑，甲别样的私欲。这是上界常常看见，也是上界危险的一种。这种人无拒绝福音，但是心内三心两意，佮想要爱上帝，佮想要爱世界。当然，咱生活伫这个世界，咱会当享受上帝所赏赐的丰盛的供应，咱会当伫上帝合理的稳准下面追求咱家己的梦想，咱会当追求咱的成功，但是毋通过头去追求专注者的。结果将上界重要上帝话、上帝命令来弃杀去。咱伫领受上帝话的时阵，咱敢会还有带着真侪烦恼？有的人烦恼讲明仔载股票毋知安怎；有人烦恼讲后一步工作要安怎做；有人会烦恼东烦恼西。那即马今仔是父亲节，足侪人拢烦恼家己的囝，但是你烦恼的毋通伫即个领受信息的时阵烦恼，爱常常替因祈祷。咱领受信息就专心领受，无咱就互遮的刺皮克死，咱的灵命就无法度进步。所以。这物件若无拄去，咱就无法度结出果子。第四项，当然有落伫好的土。耶稣讲，种子落伫好的土，会结实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即是讲，听道理了，明白佮持守，而且忍耐到底的人，上帝话就伊心内定根发芽。结果子，咱爱明白，一块好的土地，毋是天生就真肥，
爱经过除草、松土、养肥，这个土地慢慢被咱培养起来。所以，咱来求圣神帮助咱调整咱的心，除去心内石头、刺皮，来培养出好的土地。这是耶稣基督互咱的启示甲解说。这段经文互咱真好的信息。第一项，咱得要用认真的态度去面对咱的信仰。咱咧读圣经也是敬拜上帝的时阵，有一寡人常常有一寡较浅薄的想法，我应付一个交代一个就好。读圣经读无也袂要紧啦，反正我都有读，应付一个就好。有问题嘛无要问。咱伫小组也是讲团契中间，咱也用读圣经做主，都会当提出咱的问题。咱的小组长拢经过训练，话牧师嘛会去陪咱做伙聚会，咱会当请教因问题。因为咱有的人来教会，是一段时间，咱对教会真熟，对圣经嘛真熟。但是咱中间嘛有一寡人，当来教会无偌久，可能有一寡属灵的名词听无。我顶礼拜有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小组，一开始有一个报道友，伊要问一个问题，讲毋知问这个问题敢会去用笑。但是伊心中都有这个犹豫，我讲不要紧，你尽量问不要紧。因为顶礼拜裴牧师有讲到，一个中间有讲到属灵征战，伊就问讲啥货是属灵征战？这时我较意识到讲咱伫教会真久吼，有时阵这教会名词咱拢真熟，虽然若准所有的人拢听的人拢知。这个就是有人有要求，若这个人无问出来，伊心中迄个疑问永远无法度得到答案。所以无论咱来教会偌久，咱若读圣经，也是听信息的时阵有问题，咱会当伫小组中间问出来，得到答案。所以咱要认真对每一件信仰的代志，拢爱认真。那咱若无够认真，咱就真容易亲像譬如中间，经济也伫路边，也伫石头地，也伫刺皮中间。咱若无真正明白上帝的话，如果上帝的话无伫咱内在形成一个坚强的力量，安尼魔鬼小小的试探就拍败咱。所以要用谨慎的态度来面对咱的信仰。第二项，咱要准备好心来迎接上帝的话。我拄则讲过，一块好地的培养需要松土，需要养肥，需要淋水，然后爱去将好的种子种伫顶面。种了嘛爱真细力去照顾，才会当开花结籽。咱的心就亲像田园同款，爱准备好势，求圣神让咱软化，互咱的心流软落来专注领受上帝的话。爱常常复习，反复去思想，实践伫生活中间，安尼才会当结识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我甲牧师娘捌做过一首回应是咱拄则所唱的迄首神圣诗195首。我的心是土地，要种到你的话，若是温困栽培，就要结实济济。你的话是种子，伫我的心内põ意，灌入圣神活水，就要结实累累。圣经活命真理，长大伫我心里。时常勉励教士，行事合主之意。用这首诗甲大家共同勉励，备办好咱的心来迎接上帝话。最后，咱来明白
亚种的人虽然是指耶稣，但是咱若参考马可福音书第4章14节，相关的比喻中间，伊讲亚种的人也是上帝的信息。如果你若愿意去分享上帝的信息，你就是亚种的人。咱每个人拢会成做亚种的人。亚种的人都要有这款的明白，咱亚出去的种子，无一定拢会能结果子。有时阵咱会亚伫路边，有时阵咱会亚伫石头地，有时阵咱会亚伫刺皮成长的所在。当然有时咱会亚伫好地，但是你勇敢去亚子，其他会交予上帝。每一个人领受信息，拢爱为家己的命运做决定，你爱为家己负责任。所以，咱要真情去亚子。我相信修行的确会来临。做事人，伊袂期待讲伊每夜一种子拢会生出果子。伊种子有可能叫风吹走，有的种子可能落伫袂当生长的所在。但是做事人有一个意念，就是我要尽我的气力去亚种子，将来一定会有收成。咱传福音嘛爱有这款的心态，咱尽力成做一个亚种子的人。最后，咱来复习一遍。今日我来做一首简单的诗歌，互大家会当背起来吼。有人也种世界也共款种子无共命，也伫路边食我食，落伫石地立扑打，下伫刺皮袂长大，上款信息正人领，备办心田用心听，愿上帝祝福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你地，用你的话加做阮生命的帮衬，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得到丰盛的收成。恳求主，你互阮加做一个亚种的人，报传福音，互众人知。求主帮助阮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用吟诗来备办心，领受圣餐。圣诗第216首，第216首，活命的饼为人民被破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，就是已经接受过受礼洗礼、甲更新的兄弟姊妹，三甲来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听主耶稣对囝仔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囝仔着我担当大，着就问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主耶稣也讲：要喙大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着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大家三甲伫地。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，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的迄一暝，有摕饼，祝谢来对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吃了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合伫地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摕饼祝谢，所以咱逐先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主。现在，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做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。愿谦卑恳求你，即时找见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的摆咧伫你的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也对你稳定的帮助。通真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互阮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接受这个饼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要时，就去安尼来纪念我。咱用恭敬的心来迎接这个杯，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着洗清去咱的罪所流的。
杯是新约，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洗的的。今仔日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因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咱同心来感谢。想来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圣餐。主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让慈悲帮助阮。互阮能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抵达了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性命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请咱起来做奉献的祈祷。恩典满满的主，感谢你的主爱，互阮伫老爸或是属灵的父亲，将福音的种子压伫阮的心田，也陪伴扶持阮伫真理中长大。恳求主，互阮不时甲你结连，通结出属灵的果子，也加做亚种的人。互你的福音来讲传，通荣耀你的名。感谢你所赏赐阮的一切，求你感纳阮奉献的金钱，加做圣工的内容，也固守库马摩托地动的救灾，甲福源拢有你的怜悯同在。阮的祈祷、感谢，拢是奉无罪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请坐。这是儿童主日学国小组的囡仔，要用诗歌来唱出因对爸爸的感谢。因为献的诗是毋捌讲出的真爱，毋捌讲出的真爱。感谢上帝赏赐咱这群可爱的小朋友，愿上帝祝福咱的信仰的传承，通对这代到迄代到万世代。在座的阿公爸爸，若是听无够气吼，当伊会使叫因加唱几摆啊吼，一年甲一摆的这特权吼，爱好好把握吼。好，咱继续来关心教会事工。本周特别事工，本周日是本会所定的父亲节主日，教会特别伫逐场的礼拜中，赠送每一位爸爸一份礼物，也安排儿童主日学小朋友第三场的礼拜中来献诗，愿上帝纪念父亲对家庭的关爱甲付出，也祝福所有的爸爸身心灵拢健康平安喜乐，上帝的恩典满满。教社委员会的消息，伫7月28日，伫日本库马摩托地区发生地震，透过台湾基督教教会的东华教会，也就是日本基督教团 UCCJ 九州教区，已经知受灾的教会有6间，伫礼拜堂、幼儿园、甲会友的厝拢有损害，
邀请兄弟特别为着即摆第一档的受灾教会甲信徒，做伙来关心代祷，也利用礼拜堂作为头前或是走廊道顶的所藏的特别灾害奉献地，为即摆库马摩多的灾害复原来奉献。父亲节的活动，父亲节一个值得感恩的日子，团部委员会特别设计无像丰满的英雄的祝福卡，放伫1楼、7楼、10楼甲11楼的门口的桌仔顶。先困邀请兄弟做伙来写卡片，对阿公、爸爸先生，或是任何一位伫你的生命中担任爸爸角色的人，表达祝福甲感谢，将听的心意送予对方。这时，咱做伙来欣赏一段祝福的影片。喂，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好了，谢谢，我也爱你啊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爸爸，嘿，怎么了？父亲节快乐！哦，谢谢你，父亲节快乐。可是还没到哎，8月8号才父亲节，怎么啦？你说爸爸在开车？我想说父亲节快乐。好，谢谢。可是爸爸在开车，我们晚点回家再说哦。好，好你在教会有没有乖乖？拜拜。还是你在教会有调皮捣蛋，被骂了？没有，哦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弟弟，嘿，你吃饱了没？啊，吃饱了没？爸爸在上班，你要干嘛？父亲节快乐！快乐！啊？父亲节快乐！快乐！好，我在上班，那你们专心上课。喂，我们等一下要回家，你要载我们回家吗？可以啊，我就到的时候打给你们。好祝你父亲节快乐哦！对，我们爱你。父亲节快乐。是父亲节快乐嘛？不是杨主任生日快乐。对，是父亲节快乐。对，是父亲节快乐。好，拜拜。付钱吗？付钱是不是？不是，怎么了？喂，你在干嘛？怎样啊？你吃饱了吗？还没吃啊？还没吃啊，赶快去吃啊！不是邀请我？没有啊，没钱呢。哎呀，要干嘛？没有啊，就打电话问你一下。我怎么样？问你。还没吃啊，真的。对啊，那赶快去吃啊！要吃什么？你要去吃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吃什么。哦，好，多吃点啊。怎样了？没有啊，那个父亲节快乐啊！啊？父亲节快乐！父亲节快乐！对啊。还没啦，8月8号再说啦。 8月8号再说。哎呀。好了，自己小心。好，对，好，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怎样？你在忙吗？我没有忙啊，我才刚进门呢。那你晚上要吃什么？晚餐要吃什么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就要跟你说父亲节快乐。父亲节快乐！今天几号？今天7月16号。对。就是你要帮我付清车票的那一天。嗨，爸爸。是。现在你觉得你工作还顺利吗？还好啊，怎么样？还好。那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要分享吗？有啊 ，FB 上都是开心的分享啊。昨天吃的那一间蛮好吃的吧？对啊，只可惜你不在。哈哈，对，那下次希望一起吃。那祝爸爸父亲节快乐，爸爸辛苦了。哇，好感动哦！好，一定是有人比你这么不管是谁，帮我谢谢他，非常感动，非常开心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哦。好，祝你今天一切顺利，也是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好，拜拜。拜。真感动吼！我想咱后届团务委员会用直播的啦，吼，甲袂讲还袂够吼，这时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。
大家平安。我首先来介绍第一遍，甲咱做伙礼拜兄弟，才有这个吴大伟甲于雨倩夫妇，请你起立，欢迎欢迎。第二位是欧明伦弟兄，这样。第三位是这陈立珠甲廖本琪夫妇，唔知这里位，请你起立。楼顶，楼顶，欢迎欢迎。其他到第一遍来，甲咱做礼拜无介绍到的。那无今仔日是父亲节吼，所以教会有要赠送所有已经结婚的兄弟吼，拢有一个礼物啦吼。请恁起立，咱来同工来准备来发这个礼物吼。请这兄弟起立吼。有结过婚的啦，拢会当起立。拢有一个。男生遮吼，男生遮，快紧。楼顶，楼顶，请咱来同工吼，楼顶抑个有人无摕到吼。安尼咱拢有摕到吼。这是要互爸爸的吼，毋能等叫囝抢的哦。好，多谢。咱三个来吟上迎第510首《俄勒天顶主宰》，请咱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夫妻相通、常常甲恁伫咧，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，庙道谢阮恭受差遣。